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。第3首《心经》，欢迎崇德合唱团指挥张继新老师，伴奏苏春如老师。哦，谢谢。妹妹，不要哭，这个先给你。神仙哥哥和神仙姐姐都下凡去帮忙度化众生了。我先吹一首歌给你听。哦，好看。
哦，到场恭喜你第二哦，
嗯。